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一段情等到最后，也是等无你回头。你不愿留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藏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你的了解，谁知影已经是伤害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。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阿母啊，你紧开门啦！阿你阿婆孙要你看啦，你真不爱开门啦！阿母开门啦！阿母，等即摆是要安怎？你问我？我哪会知啦？我毋着问董事长。阿你啊，阿母唔敢开门，是安怎？我唔知影。玉啊，嗨，你试看卖，你较贤讲话啦。有啦我，敢会通？会通啦，你试看卖就知啦。安尼哦。去啦。好啦好啦好啦。阿母，欧巴桑啊，迄个推哥吼，甲阿瑞阳吼，因知影唔对啦，我要求你原谅因啦。哎呦，Q 啊，阿 Q 啊，李妍呐，李妍呐，李妍呐，哎呦，你来啊！有。卫生哦，就好李妍啦。哈，有啥进步啊？啊，你真无头前呢！啊，你说起又袂记的，因早就离缘啊！啊，因离缘的时阵哦，你赶迄个老西马啊放炮啊，啊，所有代志拢你带头，你负责，你袂记啊？哟，好这个代志，啊，我哪袂记你咧？啊，我靠！啊，咱真个吼，搁加一个老翻天啦！阿菜，我讲的饭啊，你可以食去哦。你咧看到伊安尔，我当时甲你食，拄好咱要来食伫咧田的遐，你落落伫咧田的啊。咁安尼，哎呦，我不都要咧。我要你吃饭，我要吃饭，咱吃饭哦，吃饭哦。哎呦，好一个婴仔才古锥啊！这毋是亲生的啦吼。哎，木腿啊！啊，你嘛真害呢哈！啊，怎么都离缘啊？啊，就搁抱一个婴仔倒转啊！啊，无怪恁阿母啊吼，伫咧受气，啊，问带咧吼，我爱互恁入去啦。啊你是啥啊？哎呦，真奇怪呢，别人生囝关你什么代志？哦，你烦恼有够多哦，我看。你是讲插炮枪我在惊你哦哈？你想介绍门在插白白，你怎么开落来？啊，无是要喏。哦，啊，你若抱一个，你若抱一个。安尼我知啦，这绝对吼伫咧粪扫底共捡回来。我不是。喂，你心肝在过慢呢，阮才无爱你来啊！哦，安尼无大无细呢哈。那我阿菜啊吼，为着恁的代志吼是安尼哦，撞出撞入安尼，我好心互雷针咧，你这雷公点啥？你互雷公甲你卡死，我无想要弄死啊哈！你做啥？阿母，你若唔紧带你去，下死下死。我问你咧，你带后你也甲抱一个囡仔转来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我想讲阿女啊，替你生个孙啊，要赶紧抱转后你欢喜，看有你会当来原谅你。你是甲我当作我甲三金婆同款，老饭店要骗我毋？我毋管阮的囡仔倒去抱啦，叫阿女抱转因兜。恁两个是离缘啊，毋是翁仔某啊，免搁再费心机。阿母，真正啦，迄囡仔若是阿女也生的，我绝对唔敢甲阿母你骗。恁伫厝的都袂生哦，啊，才出去偌久呢命，哦，有才到生一个囡仔抱转来啊！你是骗人无神啊？真正啦，这都唔知要怎讲呢。啊，拄去到台北时就拄有心，迄囡仔嘛刚出世，都还袂满月咧。阿母，迄囡仔哦，真正是我甲阿女也生的啦。
是我的囝啦。阿母，我拜托你莫搁甲阿女也赶走好。迄个囡仔真正是你亲生的？骗我你嘛生了囝？阿母，阿桑你好。阿妈桑你好。你是寒着是哦？那你扫？有较敏感啦。嘿啦嘿啦。啊，你徛倒咧创啥？无啦，都早人咧内底甲囡仔饲奶啦。哎，对啦对啦。早无人歹势入去咧。阿妈桑，啊，恁孙吼足乖的呢，啊嘛真够食呢，好一直食一直食，你实在有够好气的啦，阿妈桑。行到这款地步，不管这个囡仔是木腿啊，甲阿女啊亲生的，只要木腿啊若会当转来，永远踮在我的身边，安尼就好。我来去传暗顿，啊，你下来甲我请，吼。多谢多谢，我你无用做你啦哈。我哩加在。你放心吧，阿母我拢总无讲。刘丁啊，免客气呢，恁船头所在啦。无啊，菜多食。哎呦，阿女啊，囡仔已经食饱食饱啦，免紧张做你食啦。歹势吼，啊，临时转来吼，也无啥物菜，啊，真正食咧。明仔载我再大只过请你。阿桑啊，你伤客气啊啦！哎，鸡啊，若袂大只，你就千万唔通甲抬呢。对啦对啦，你有闲就来阮台北佚佗呢，啊，你敢捌去过？唔捌啦，啊，你多好啊！啊，都木腿啊，都即马到台北，啊，够方便啊，你都定来看伊。诶，你也来，我带你去台北，做在咧佚佗的哦。对啊对啊。啊，阮阿女啊吼，是伫台北倒一间病院生的哈。阿母啊，伫厝的生的啦，嘿，啊，就阿玉啊，甲斗生的啦。对啦对啦，迄内宝啊吼是我转载的啦。对啦。啊，你遐尼教哦，搁会做三步。无影啦，是甲阮阿母学的啦。啊，阮阿母都咧做三步啦。啊，就十几岁啊吼，伊就来功夫放互我啦。啊，我第一摆做小姐的时阵吼，看阮阿母出去共捡囡仔吼，啊，佫感觉真歹势啦。啊，后来看者就感觉惯势啊啦。啊，亲像我生阮米粉的时阵吼，嘛家己处理家己洗的吼，是啊，对无人甲我斗三工嘿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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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你搁真强。无影啦。啊，你做红婿人，有加减甲斗骹手一个无？无啦，我若看到花哦，我会昏倒啦。对啦对，这个人吼上界无路用的啦。你太安尼讲啦！啊，你生囝本来就啊，翁仔某爱分工合作啊，对无？啊，我负责头前啊，你负责后壁，本来就是安尼。是啦是啦，恁查甫人吼就是欢喜就好啊啦。我甲你讲，迄查某人吼生囝偌艰苦，一个巴肚都爱排10个外位，啊囡仔吼生到后尾艰苦是较生会落来啦。啊查甫人吼敢若欢喜尔啦。好啦，别去讲啦，食尽量食。紧点。来帮你看，我来看卖啊。你哪咧哭？啊，我都无听到啊。无啦，我捌啥？迄阿瑞啊吼，本来就较神经质啦，啊，伊就是遐尼神经质吼，较身体怕歹去啦，所以毋才等遮济当吼，才有囡仔啦。啊，所以推过啊，你以后想要搁加生一个吼，这阿瑞的身体都要先照顾好，对无？有影。好啦，免客气来食，你食，对。吼，真正好你家在安尼瞒过呢，无看你恁母啊安尼目色咯，够来啦！我看了真正会惊呢。你是家在伊无搁问了，啊无真正会憋空。想袂到讲啊，遐尼啊顺顺哦。是讲哦，讲起来嘛实在真见笑，连家己老母也咧骗。你哪会讲安尼？啊人着讲一时风使一时顺啦。啊无你若敢良心袂安哦，以后等你家己亲生囝生出来了后，啊这个事情讲出来就好啊嘛。不啊，那我亲生的囝唔知要偌好。有点，
歹势啦，今日哦拄卡着阮阿母的身体也无爽快，无法当准备一寡较青草请你。真正三八兄弟，食到安尼还阁无算青草。好啦，无你若有生意哦，等你转去台北开工的时阵哦，才好好互你请一团，互你开较济，安尼无？台北，是啊。阮阿母即摆身体安尼，我是要哪过去台北？爱我为你一颗心冷冷冷，为你思。应该不该行到心痛，痛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你还搁咧抱哦？啊，你规夜拢无困？来报困才袂惯醒，那放了你对哭，爱我抱才会困。来啦，要不我抱一下你困？你来我抱就好啊。无你去遐滚水，泡牛奶互来过食。母啊，啊你人咧艰苦，哪不爱加困一下啦？7早8早起来煮啥物啦？我咧杀鸡啦，啊，三家你著阿女也用倒好啊。唔通甲伊叫啦，好加困一下。伊教囡仔吼，比我这做工过还较忝哦。有影就对，阿女也足可怜的呢。安尼骗囡仔拢骗规夜拢总无困呢。滚水滚啊！滚水也去热热有啊，我知影啦，你吼嘴无爱讲尔啦，其实吼心肝内吼，是毋是还阁袂当原谅阮两个对？莫推啊！你每一样代志都做去真绝，一步都袂当互我行。我这做老母也看破，以后若啥物代志，你若想讲对，你就家己去做，我袂阁再管你啊。母啊，你若安尼讲啦，我哪有啦？哪会无？也无甲我讲啊半句话，阿女带着离家出走。恁老爸做记，你嘛有转来，也无入门。阿女有心，也无甲伊带转来厝的心。到我囡仔生遐尼久，才互我知影。你讲，你敢有替我想？唉，我实在想袂晓，到底是你人戆，还是心肝凶？我这个做老母也看破，互你家知，你阁还阁想会晓通转来。遐若无，恁阿公阿爸放落来产卵，毋都无人通耕作；祖公祖妈毋都无人通烧香拜拜。好啦，明仔载起，我手头就拢放互你。你拢要放互我？是啊，这个家都互你去医治，看你要安怎做，都互你家己去打算。你遐几岁偌久啊？我拄则去灶骹去拄着阿母啦，啊，就陪阿母踮遐开讲一下。阿母遮尔早就起来啊？阿母伫咧讲啦，讲哦，即世人哦，换即个家庭哦，换甲足忝啊。伊讲哦，手头要放互我，也即个家哦，要咱去换。即个家哦，即摆有我有你有来伯，也阁有阿母，我看以后啥物人就拢总袂用离开啊。你还阁袂记一个人啊？你讲恁阿母哦？袂啦，我要哪会袂记？我想要明仔载转讲哪本的。你已经公开甲我离缘啊，我若阁要入门，嘛爱公开互厝边隔壁知影。我相信阿母应该会理解。免啦，哪着去遐尔啊麻烦啊！你也管咱厝边头尾人安怎去讲？你做安尼踮遐车半柄的呢？好无啦。好啦好啦，我才甲阿母讲。来啦，我抱来你困。较使你的哦。哦，那我放了，我唔知手会酸。我
我叫伊讲伊的手哦是自拍的，24小时搁我动作，小，小，我讲，我是恁老爸咧，你嘛我有面子者，小，是安怎咱靠到安尼啦？来啦，我抱啦。哎呀，你拢有你先拍。我先哦，总比我好。你啊，嘿，我就载你去吃流水车。你啊，我讲你抱囡仔，你敢敢坐？不要紧啦，试看卖。好，来吃。当妹，啊，要载倒哈？我啥？啊，你知三斤八人无车正常，你搁出来遮要创啥？哎呦，三金婆啊，你有听到无啦？木腿啊讲哦，你起笑读甲歹去啊啦！吼，迄木腿哦，迄哦是我讲你啊吼，该煽动哦，伊才敢骂我啦。啊，绝对是安尼啊！你要看我讲，你也徛伫遐点点拢无讲话。啊，伊就袂生呢，啊，咱去抱一个婴仔转来咧。就是安尼，唔通去倒位共抱一个婴仔吼，你倒转来骗阿 Q 啊啦！三金婆啊，我看这条代志吼，一定吼爱甲阿 Q 点破才会用的哦。吼，你才愈来愈过分了你啊！三金婆啊，阿彩啊，你来啊！阿 Q 啊，阿 Q 啊，你就知影讲吼，阮拢足好心的啦。啊，我是惊讲吼，你看到婴仔的时候，啊，心肝来抱欢喜哦，啊，头壳就安尼吼，紧戆对无？啊，所以讲吼，我毋知招吼三金婆啊，要来甲你斗问清楚。啊，若我咧看吼。这个婴仔绝对唔是恁木腿啊亲生的，一定唔是恁林家种啦。阿母，你莫听这后白讲。爱我为你一颗心冷凉冷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痛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这个婴仔绝对唔是恁木腿啊亲生的，一定唔是恁林家种啦。阿母，你莫听这后白讲。木腿啊，你嘛唔通安尼想袂开，啊，怎么为着一个唔正查某，啊抱一个婴仔要倒来骗恁老母，你会去互你讲甲卡死哦！你这是个小偷了，这个唔叫做。我无当你来啦。有误会，讲啊清楚，安尼就好啊。会对人无礼，你是长辈哦。三金婆啊，遐阿丽吼，甲我生一个查甫孙转来，咱莫讲佫离婚的代志啦吼，啊无我这孙就会无去咧。阿丽啊，伊啊婆啊，三金婆啊，看者，三金婆。安尼哦，一口腿哦，哎呦，像我才是因老爸哦。较早吼，阿丽伫外囡仔食呢，我拢有亲目看着。是啦，确实阮木腿啊生无毋对啦。好啦，哦，啊要相信嘛你的代志，啊我就较加无啦，歹势啦，恭喜啦吼！阿彩呀，小等下啦，我唔知影为哪我转去啊啦，我唔知影啦。啊你载三金婆啊转去，哈？阿丽啊，啊你暂时较委屈者，叫恁外家，过两天我再叫木腿啊正式甲你带转来。你啊，这几年来吼，我今仔上欢喜，你知无？对啊，做希望紧来去台北的，安尼吼，咱就会当安心甲来报车养大汉，唔免搁惊别人讲闲话啊啦。先怎啊？我明仔搁去台北，是安尼袂用去台北？我就无想要去啦。无想要去，啥物理由？理由？莫问啦。闪啦！啊，你要用行的哦？免你讲啊！你先创啥啦？有话慢慢讲啊！来报甲我，拢互你吓惊着啊！你甲替来母也想，你有替阮老母想也无？也有替恁老母想也无？知影台北，你若真是去台北，你放恁两老是要安怎？来报乖啊！你老爸吼，无代无志咧起性地，咱们差袂？你起笑哦，会疼呢？会疼？哦，你若知影人都疼哈，我叫伊讲你无神经，无感觉的。你是咧讲啥？去台北是为着来报，无毋对。也毋过，我嘛是咧替你想咧。替我想，你若真是有替我想，是安怎伊来拢不爱听我的话？
台北，你无台北是会死来哦。你较细声的啦，你哪会吓惊着？我参你讲，愈讲愈无款。你讲的若有道理哦，我是要爱大声对落去啦。对，伫咧台北你有家己的头路，头家招爸嘛对你真好，你的事业虽然是拄仔开始尔，也毋过我相信你袂一世人拢送破纸的，有一天你一定会出头天的。这免你讲啊。免我讲，那咧我问你，你这世人敢真正甘愿踮庄脚做事？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，爱情拢是掠人。是冤错，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？等你一声，等假心落雪，也是甘愿为你戆戆洗。怎样你是一个人两个梦，害阮为。心冷了冻，为你思念，心情拢袂轻松，偏偏我等你。